深圳慶春撲門食乜嘢好？其實我好少返深圳，去開就會食慶春撲門，到而家食咗4次，環境靚，服務好，水準穩定，同埋平靚正。一個人去食嗌4-5樣嘢都係100零蚊，而且每次都有嘢送。6蚊芋頭基本上係必食，因為佢賣6蚊。糖醋蓮藕我都幾中意嘅，酸甜香口。呢個麻辣香鍋我食咗2次，不過第2次佢俾啲頭尾我。完全唔辣嘅。呢個鍋我好中意，可以一次過食到好多菜，個湯都幾好味。留意返慶春撲門全部都係蔬菜，如果你叫幾個鍋，可能食嚟食去都係嗰啲菜。落單嘅時候要自己揀返多啲唔同類型嘅蔬菜，但又唔好淨係叫菜唔夠豆腐食喎。點心我就覺得唔好抱太大期望，皮都偏厚實。生煎包呢入邊就冇湯汁嘅。如果你唔抗拒椰子油味，呢個純素嘅鹽麵包可以買。冷煮飯可以自備食物盒打包啲嘢食走。最招牌嘅黑松露炒飯同埋米糕我就完全冇食過。你有冇食過慶春撲門呢？留言話我知你推薦咩菜式啊！